之前由香港大導演王晶執導、陳法蓉主演嘅《一舞傾城》正喺 TVB 熱播。陳法蓉雖然已經年過50，但佢嘅演技依然精湛，獲得咗觀眾嘅一致叫好。劇裏邊嘅佢每日都畫住精緻嘅妝容，時刻保持住無眉，我哋依然能夠睇到呢位香港小姐嘅優美身姿。然而，陳法蓉最近接受採訪嘅時候就表示，自己已經立低咗遺囑。眾所周知，陳法蓉無兒無女，亦都多年冇拍拖啦。點解會突然間立低遺囑呢？22歲嘅時候，陳法蓉企咗港姐選美台上邊，有人質疑佢留長頭髮係為咗遮住疤痕，佢二話不說剪成咗超短髮，露出咗完美無瑕嘅頸，啪啪啪咁打面對方，並且聲稱我係嚟攞冠軍嘅，唔係嚟玩嘅。一個極其囂張嘅話，懟到評委啞口無言。果然，佢亦都成為咗史上第一個以超短髮奪冠嘅港姐冠軍。要知道喺大眾嘅概念裏邊，港姐都係一頭女人味十足嘅長髮，比如話優雅大波浪嘅袁詠儀、靚麗黑長直嘅張曼玉、甜美髮型嘅李依紅，無一例外，冇一個人係以短髮亮相嘅。但係佢就以咁霸氣嘅操作，創低咗港姐選美嘅短髮先河。但咁樣一個霸氣側漏嘅陳法蓉，一旦碰上咗男人，錢財事業通通都係浮雲，十足十嘅戀愛腦。更加玄幻嘅係，同時7、8個男人追佢，佢總能精準咁揀到渣男。娛樂圈美貌出眾嘅女仔，最唔缺嘅就係富家公子哥嘅追求。陳法蓉最有名嘅男朋友之一就係周慧敏嘅老公魏震。魏震毫不吝嗇咁對陳法蓉嘅誇獎，話自己第一次見到佢差啲流鼻血。喺甜言蜜語嘅攻勢之下，陳法蓉好快投降。但其實魏震對陳法蓉嘅感情並唔認真。兩個人交往前，佢啱啱同前女友周慧敏嘈交分手。喺周慧敏睇嚟，呢個只不過係情侶之間鬧矛盾，大家冷靜一段時間仲能夠復合。魏震就轉身去追陳法蓉，周慧敏十分之嬲，聽講順便刮咗陳法蓉一巴，將氣全部出到佢頭上。後嚟周慧敏同製作人河川相戀。魏震同埋陳法蓉嘅感情算係暫時穩定咗落嚟。為咗能夠抽出更加多嘅時間去陪男朋友，戀愛腦嘅陳法蓉減少咗工作量，喺女星27到30歲嘅黃金年齡洗手作羹湯。估唔到嘅係1996年，魏震同周慧敏突然間宣布復合，理由係忘記唔到彼此，意識到對方先係自己嘅最愛。魏震賣咗創辦嘅雜誌社，周慧敏亦都告別咗娛樂圈，兩個人去咗加拿大定居。留低陳法蓉一個人喺度發傻。當然啦，婚後嘅魏震不改渣男本色，周慧敏繼續喺佢呢棵歪頸樹上邊吊死，咁就後話啦。為咗魏震，陳法蓉犧牲咗工作，寧願承擔小三嘅誤解，結果4年嘅青春成為咗呢出破鏡重圓嘅狗血故事嘅佐料，實在唔值得。以至於佢至今都耿耿於懷，多次澄清我冇做過第三者。有咗前車之鑑，陳法蓉嘅第二段感情慎重挑選咗對象。2001年，許晉亨同埋賭王個女何超瓊宣布離婚，9年婚姻7年分居，兩個本來就唔相愛嘅人，終於得到咗解脫。許晉亨火速對陳法蓉展開咗追求，兩個人蘭桂坊大跳熱舞。許晉亨溫柔紳士細緻周到，陳法蓉去內地拍戲，佢會親自送佢去碼頭。僅僅交往咗5個月，許晉亨就將陳法蓉介紹俾屋企人，俾咗佢面。但咁樣嘅男人，唯一嘅缺點係佢唔會淨係對一個女人好。交往冇幾耐，就有狗仔影到許晉亨趁住陳法蓉唔喺香港嘅時候去酒吧溝女。更加令陳法蓉不安嘅，仲有地表最強小三李嘉欣嘅介入。李嘉欣可以喺電話裏邊大鬧劉鑾雄嘅原配，亦都可以光明正大咁去挖陳法蓉嘅牆腳。而許晉亨坐享齊人之福，搖擺不定，令到陳法蓉倍感屈辱。佢選擇退出咗三角關係，並且講到愛情係兩個人嘅事，三個人太逼啦。兩段無疾而終嘅感情折磨到陳法蓉身心俱疲。外界普遍認為已經37歲嘅佢好難再遇到良人。亦就係呢個時候，陳法蓉拍攝咗周奕嘅武俠劇《水月洞天》。眾所周知，蔡少芬同張晉正係因為呢部戲結緣嘅。但當時劇組裏邊仲有一對真情侶，就飾演尹天雪嘅陳法蓉同埋飾演童戰嘅楊俊毅。楊俊毅就係個無名之輩，佢遠遠冇陳法蓉嘅名氣，亦都冇陳法蓉歷屆男朋友咁有錢有勢。佢
佢唯一嘅優勢，亦都係最大嘅優勢，就係佢有一顆愛住陳法蓉嘅真心。知道陳法蓉中意食芒果，所以會經常帶住佢食好食嘅芒果，會出現喺陳法蓉樓下。每到情人節嘅時候，楊俊毅會坐住平價嘅經濟艙，帶住嬌艷嘅玫瑰出現喺陳法蓉嘅面前。喺呢啲細節裏邊，陳法蓉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俾人深愛住。我第一次中意一個人，唔係因為佢有乜嘢背景，或者佢有幾有錢，而係佢俾足咗我安全感。呢個係陳法蓉提及男朋友時候嘅真誠言語。喺愛嘅包容之下，佢哋相戀咗4年，仲係分咗手。因為長期嘅異地戀，加上楊俊毅屋企唔同意，相愛過兩個人，所以冇能夠行到最後。魏真、許晉亨、楊俊毅一次次嘅求而不得之後，陳法蓉變得唔再自信，認為自己唔夠好，男人先至好快就唔中意自己。喺經歷咗風風雨雨之後，陳法蓉渴望有一個屋企，渴望有一個人可以同自己相伴行完呢一生。呢個時候，42歲嘅陳法蓉遇到咗良莠富商朱明。雖然朱明冇靚仔嘅外表，但佢對陳法蓉無微不至。初次見面就送咗俾陳法蓉名牌嘅包包，追求佢亦都係毫不吝嗇嘅。喺長期嘅陪伴中，陳法蓉非常之信任朱明，將自己嘅全部財產交咗俾朱明打理，就連陳法蓉嘅爸爸都對朱明好欣賞。佢哋嘅關係每一步都朝住婚姻嘅殿堂邁進。但陳法蓉等嚟嘅唔係豪門婚姻，而係驚天騙局。2008年，一場金融風暴令到朱明一夜之間負債累累，而且佢帶住陳法蓉嘅2.8個億人間蒸發，留俾陳法蓉嘅只有一個爛攤子。陳法蓉後嚟先知道朱明嘅原名叫陳俊，佢喺1997年嘅時候就係負債累累，根本就冇乜嘢上億嘅家產。一直以嚟嘅佢都係靠住呃女明星解決自己嘅經濟危機。一開始佢接近陳法蓉就係為咗佢個財產，根本就冇愛。喺呢場愛情遊戲裏邊，我賭上咗所有，包括真心，只係為咗可以幸福。可笑嘅係，你從來都冇動過心。我以為愛情可以填滿人生嘅遺憾，然而製造更多遺憾嘅，卻偏偏係愛情。為咗逼迫朱明現身，香港嘅大街小巷都貼滿咗陳法蓉前男友欠債不還嘅告示。各大香港媒體更加添油加醋，話陳法蓉愛慕虛榮，想要嫁豪門，結果竹籃打水一場空。各種諷刺陳法蓉嘅話撲面而嚟。呢一次，陳法蓉覺得自己嘅人生進入咗至暗時刻，佢唔願意出門，將自己關咗屋企裏邊。佢喺度諗，係咪只有自己死咗，先至能夠向呢個世界證明自己？從始至終都冇做過第三者，冇愛慕虛榮，想要嫁豪門。佢打算食咗安眠藥，攞出寫好嘅遺書，同呢個世界告別。但喺親朋好友嘅開導之下，陳法蓉明白咗，只有生存落嚟先至有希望。如果自己死咗，咁自己永遠都得唔到真相。呢個世界咁美好，自己仲眷戀住呢個世界，佢要生存落去，要享受自己每一日嘅生活。自此之後，陳法蓉重獲新生，佢對待感情嘅態度亦都發生咗好大嘅變化。之後，陳法蓉嘅身邊就好少出現男人。但狗仔唔會輕易放過佢，又俾陳法蓉安排咗新嘅緋聞對象。不過今次嘅對象，黃貫中睇咗會沉默，張晉聽咗都要流眼淚。因為電影《愛在娛樂圈的日子》同朱茵拍過激吻戲，陳法蓉被傳出係雙性戀。蔡少芬結婚之前，狗仔影到佢哋兩個同張晉逛街，特意將張晉剪咗去，試圖證明陳法蓉同蔡少芬先至係一對。不過幾個好姊妹將緋聞當作玩笑，反而越嚟越親密，穿越咗半個世紀嘅友情，佢哋已經變成咗好似一家人咁。如今56歲嘅陳法蓉依然保持住好身材，心態十分之年輕。得閒嘅時候陪爸爸爬下山，同蔡少芬、朱茵、洪欣佢哋一齊飲茶傾偈。興趣愛好廣泛，中意各種極限運動。佢仲擁有潛水救援牌照，曾經不顧自己嘅安危，救過一個俾漁網夾住嘅溺水者。好似一切都同30年前嘅港姐比賽時一樣，陳法蓉冇改變，依然係嗰個明艷、大方有熱心腸嘅佢。值得一提嘅係，陳法蓉最近接受採訪嘅時候，卻表示自己已經立低咗遺囑。眾所周知，陳法蓉無兒無女，且多年冇拍拖啦，點解會突然間立低遺囑呢？原來陳法蓉當年退出娛樂圈係因為身體出咗問題，後生嘅時候為咗拍戲，經常唔按時食飯，捱出咗胃病。而佢之所以唔拍拖，
亦都只係因為寧缺勿濫，唔想隨便揾個男人就嫁咗。如今對於陳法蓉嚟講，能夠喺屋企好好地陪住爸爸，就係最快樂嘅時光啦。佢之所以會立低遺囑，亦都係受到好姊妹羅慧娟嘅啟發。羅慧娟就係周星馳嘅前女友，當年佢因病過身，離世前錄咗個視頻，將自己所有嘅財產，包括包包首飾都分配得清清楚楚。於是陳法蓉就有樣學樣。陳法蓉之所以擔心自己會離世，係因為佢嘅媽媽就係身患腫瘤離開嘅。而第一體檢嘅時候，陳法蓉就曾經查出個腫瘤，佢擔心自己有朝一日會好似媽媽咁離開，所以就早早做咗打算。如今陳法蓉嘅身影經常出現喺各個公益事業嘅現場，陳法蓉好似喺其中揾到咗自己嘅人生路。為咗能夠將自己嘅愛更好地傳遞出去，陳法蓉仲成為咗多方機構嘅慈善大使。睇到而家生活自由自在嘅陳法蓉，邊個又能夠講佢嘅人生唔成功呢？